咱今仔日要来读台湾教会公报第二期，顶回读到即个第七页，第七页倒手边有一个有一个较小的即个标题吼，像第三段。好，咱就对遮佫开始读起吼。其实第三段的即个头一段我已经读过，但是佫对遮佫开始读起。论白话语大利益伫有学问的人以及正人，就是互有学问的人通将圣册翻译土音做主，甲翻译逐号诶劝世文来教示逐号的人。总是迄个有学问的人要教示人，要紧着因人自私。迄个平素有读中国册的人，就照伊所捌的，就照伊所捌的前亲来教示伊。迄个平素无读中国册的人，甲富人人囡仔比有读册的人加几若十倍。切使一概用中国字来教示伊，到尾学得成，就用白话字教伊，望拢总为成，明白道理，信救主来得着救。继续头一段。我想上帝将圣册赏赐世间，毋若要互有学问的人得到教示，是要互拢总的人受伊的教示。因为万国的人，无论男妇老幼，无毋是上帝囝儿。上帝做万百姓的爸，伊用万米养饲人的身躯。第一要紧是用道理养饲人的心神，是互有学问的人大声受教示，然后通教示别人。过来后一段，所以传道理的人到逐国说教，的确着用迄所在的字翻译圣册来教示人。当到中国，就将圣册翻译中国字来教中国的人。总是中国字虽然通行，也不只有各样。有所在若使读字音就知意思，亲像观音的字，若读字音就会明意思。观音吼，官方的这个音啦吼，就是官方制定这个标准语音啦吼。亲像观音的字，若读字音就会明意思。以外，虽然读字音无够也通知意思，的确着解释土音够明，才会知意思。好，一段结束。第三章要印明白。所以伊即甲第七页读到遮第三段可能才会结束。即篇论白话字的知识，是祷告啦吼。因迄当阵办即个征文比赛吼，用即个白话字论白话字的字做票对吼。
做主题来经文啊，你是有顶的吼，因为伫遮即个讲甲看出来咧。好，咱继续来看第七页后一部分是写传道的考单，所以迄当这应该是考单，应该是讲考试单的意思，我咧想吼。再看觅啊，一般拢用即个大理大书典去查吼，大理大书典，叫大理大书典考单 KHO KHO 第二声单 TOANN 第一声，无即个词啊。大理大书典无写即个词，考单。好，咱继续读咧吼，应该就知影意思。第旧约的约书啊，第1章到第10章，搁22章到24章，甲新约以弗所通本，才会着讲究到龙吧。所以应该是讲这个考单内容吼，考试范围就对啦。第二，以弗所着学到会晓得用白，着学到会晓得用白话字来写。第三，是作论的题目，就是以弗所3章14节到19节，要用白话字写，写了，个人毋通本身露名。作论应该就是你讲，咱就讲作文啦吼。作论我查一下吼，CHO 第三声论第七声哟，我答毋对，要第七声作论，那拢无。第二点嘛是无写无收作论，我用册台语册看觅吼。CHO 第三声论第七声无。考单 TAOANN 等一下，拢无。第三讲作论的题目就是以弗所3章14节到19节吼，就用白话字写，写了个人毋通本身露名，意思讲你写了了，莫家己甲名写起吼，因为这考试可能是到时阵名是空起来哦。好，第七，教育公布第二期的第七页上尾这个部分是第七页的尾流是一条歌吼，叫做《俄罗上帝》。俄罗上帝佫有这个用这个简谱甲这个歌的谱写伫顶头吼。我来唱看觅。这个谱我都看无介有。嗦咪哆来西哆，那个西应该是低音的西啦，无
时啊要唱遮悬袂不可能。嗦咪哆来西哆西帕，哆来咪发咪来，嗦咪哆嗦嗦，嗦咪哆嗦，来咪发咪来哆。瑞咪发咪瑞哆哆哆哆嗦发咪瑞哆西哆。好，歌词是安尼吼，阿罗上帝，阿罗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无论大小，同声阿罗上帝，阿罗三位一体。爸囝圣神，爸囝圣神哦，伊写诗调吼，伊个歌谱伊写叫做诗调，就是即个唱歌叫吟诗啦吼，诗歌谱伊叫做诗的调，诗调。嗦咪哆来西哆，阿罗天顶自在。哆来咪发咪来，创造天地甲海。嗦咪哆，保护万民。来咪发咪来哆，人人无论大小。来咪发咪来哆，同声阿罗上帝。哆哆嗦发咪。阿罗三位一体，来哆西哆，白镜上帝，哦，还是白镜星星，哦，这是我都上帝这条歌。过来读后一页，后一页，稍等下哈，我甲后一页 link 拍开。好，来，我甲这个顶头 embedded 的这个 link 小甲改一下。好，安尼，你点你个 link，你就会当看到第八页，第八页，一个小标题叫做教会的消息吼，所以第八页是教会的消息。一般我看伊即个教会公布编辑的即个手路啦吼，就是经过即个即个班路吼，差不多就是照教会你做礼拜即个程序吼。啊，你若看即个教会即个程序单吼，最后就是拢一定会甲即个教会消息写伫顶头。所以等于这第八页应该是我看嘛，搁有后一页无？我后壁可能搁有，哦无啊，无啊，就是上落尾一页吼，落尾一页你看就是教会的消息。其实我读这个教会公布吼，呃，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要看伊内底即个所写的即个事实吼，就是迄当阵伫台湾发生的一寡代志。啊，教会消息可能嘛会有啦吼，但是伫咧即个其他的即个即个公布内底即个报消息吼，就当看迄当阵台湾发生啥物代志，或者是我所主要要读即个文献的原因吼。好，咱来开始读。第八章
第拍第八章啦吼，教会公布第二期第八章第一段，红山关的杜君英，杜君英真是变波真哦，歹势吼。红山关的杜君英真是变波真，有这个真的名，那个杜君英真吼，小等我查看会到，看会到到底什么所在？Google 一下吼，杜君英真。哦，真正有哦。杜君英真吼，根据维基百科或者是国家文化记忆库吼，拢有写。我先看这个维基百科的写法吼。杜君英真，维基百科是有一篇叫做杜君英的医馆曲吼，就是杜君英杜君英的衫裤的所在吼，是今仔日伫内部。应该是读做东势嘛，东势村大河社区吼。伊讲杜君英1898年该镇因为爱寮溪洪水泛滥，呃，回增居民四散，一岁杜君英墓甲义勇庙因为洪水大水该完全流失，要一岁讲该墓对原址随着部分村民迁徙到新杜君英庄，就是今仔日的这个内部，是头先内部啊内部吼，我无解清楚。内部乡中林村或者是中南村，并且举行盛大的这个仪式，要演戏，嗯，就是报寿嘛，寿星。故杜君英庄民迁徙来这个新的杜君英庄是，好啦吼，反正就是杜君英庄吼，这个内部吼，屏东的内部乡吧，今仔日屏东内部乡。这个所在叫杜君英镇哦。我来看另外一篇是屏东县国家文化记忆库，速度真慢，歹势，速度太慢了。好啦，就是讲，伊个这是写讲清康熙60年，自一轨事件发生了后，杜君英失败被捕了后，其部属多人导致原本的杜君英庄来定居，并且将杜君英的遗物运牌埋葬，叫这个庄名做杜君英庄。就欢乐堡嘛吼，欢乐堡你就知影，这应该是他们变部族伫大所在吼。屏东内部地区杜君英形象以及其文化研究学硕士论文网内都有一篇，
杜君英庄早期本为2000多家户的大庄，后来因为爱寮溪水患人口大多外移，部分居民迁徙至平卡庄，就是今仔日屏东县内部乡中营村内底，成做新的杜君英庄，因此庄名就深具级别。好，杜君英庄，咱等来继续读第八章头一段吼。讲凤山县的杜君英，迄当阵是凤山县，啊，即嘛是屏东县。凤山县的杜君英庄是平埔庄，若是迄个教会听道理的人，较侪是客人，对顶年遐个客人兄弟爱另外设拜堂伫客庄。所以有买来埔仔的比仔卡庄即块地来起拜堂。这段我搁读一下吼。对顶年遐个客人兄弟爱另外设拜堂伫客庄，所以有买来埔仔。拄则讲内埔吼，所以是读做内埔吼，内埔庄啦吼，就是即马内埔乡啦吼，歹势，屏东县的内埔乡，所以有买内埔仔的比仔卡庄一块地爱去拜堂，所以你看我拄则读即个汉字吼，实在是你看咧地名，你正确的音你拢无一定读得准，到底是内埔内埔吼。啊，所以你看即个白话字，就瞟较一清楚的，迄当即个所在叫做内埔吼。因为互世俗人抢去厝的了，因为互世俗人抢去厝的了，阁有当官府，官府辩驳客客无明。这是写啥？因为互世俗人抢去厝的了，阁有当官府辩驳客无明，因为互世俗人抢去厝的了。抢起厝的了吼，起厝的了，就是起厝的建材啦吼，叫世俗人抢去吼，所以有当官府，意思讲应该是有请官府斗相共去查啦吼，调查官府辩驳客更无明，客更什么意思啊？我查下书店吼，客更客更，个无即个书，哇，即个。公布教育公布用的书安尼，我伫书店拢查无，所以大概所以大概有收啦吼。讲而且收的是大理大书店收的是会梗，大理大书店是收会梗。先我查客梗有法度甲会梗收入来，真厉害。好，会梗什么意思？会梗就是愧辱吼，梗就是
光就是输光吼。较早叫做爱国奖光吼，有迄奖光就是这馈光。解说就是讲有关不动产的证书，咱这解说是第几个解说吼？即马读的是看的是这个有人翻译做中文哦。看这个啊，日文原文馈光吼，写不动产证明书吼。好，来等下读这个来公布。啊对，还有当官府，官府辩驳客更无明，官府讲啊你客更无明吼，断300块赔咱。你写这个动词断哩吼，断，啊因为我读变调吼，断300块赔咱，第个形因哦，这怪奇吼。我讲怪奇，就是迄当阵即个司法吼，官府即个判即个案，真奇怪吼。伊买即块地，拍什么起拜堂，结果起拜堂的即个建材去互抢去，啊去告官府，官府讲你亏欠无明，意思是讲你这个地契无解不清不错了吼，所以断300块赔咱。第个形因吼，我来看这个动词断是什么意思，那才会对诶。断，因为平常毋捌用过安尼用法，断300块赔咱。断就是断定的断哦，所以就是断定嘛，就是判定嘛，判断就对啦。断确定，断确定就是判断确定吼，判断是非啦。官断，官断不如民冤哦。断利不断亲，断利不断亲，就是讲判断是非呢吼，无因为人来判断是非吼，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无因为甲你亲属的关系啊无共，这样你读得对无？我是讲我这个音啊，你读得对？断利不断亲，但是不断亲为什么我读分调断不断亲？断利不断亲哈，断利不断亲，你看这对，断利不断亲，断给断欲，先断后不完。看一下原文，断绝不是这个断利，断绝，我加这个断啊，先断后不完啊，先断后不完。先に決めておけば後に恨みはない。先断后不完哦。
就是你头前所判断的后边以后就袂当个反悔就对了啊，先断后不完，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拄则讲断300块赔咱是到尾判断判案300块赔恁第个原因。搁出告示甲百姓讲，后来若教会有搁买地要起拜堂，若有明买明卖，就拢毋通阻挡。到旧年有议论庄的兄弟阿金阿阿金阿金哥伊名叫阿金哥，将厝甲厝地卖互教会做拜堂，卖了有将客鬼祟面壁，卖了有将客鬼祟面壁。到今年5月初9，兄弟有30-40人去组织礼拜袂煞，迄阵的人拍锣结党来搅扰，用石头钉，也有拍几若兄弟，一人互伊掠去拍甲上重，所以找4人来府城甲牧师讲，牧师就派巴先生去查考。6月初7，就是拜六到位，就甲遐个老大人议论2摆，因拢无通嫌厝地无条直，单单是爱阻挡。因拢无通嫌厝地无条直，单单是爱阻挡。厝地无条直，这是什么意思？条直，我来查这条直。EIAU 第5声直 TIT 为啥？条直当然这个词是咱直接用的讲这人足条直的正直、朴直条直人另外一个解释是讲代志解决好势叫做条直，办条直甲代志办条直，袂条直，安尼较条直咯所以代志办了好势叫做条直，办无好势就是无条直了袂条直了所以这也就是讲，所以迄遐个人讲。因人无通嫌厝地无条直伊意思是讲，毋是讲你厝地办了无好势这个厝地应该是讲，迄当阵买的时阵，这个土地买办了无好啦因讲因毋是嫌这点敢若是爱阻挡，是要阻挡教会放刁讲，阮若要组织，放刁讲，咱若要组织，的确会搅扰。这个放刁即嘛人要讲这个词的可能较少对于你台语本身就足老讲放刁，放刁就是放话三个放刁。大家告诉你，放刁 PANG 放第三声，刁 TIAU 第一声，放刁
汉字写放掉，汉字只是大理大书店的汉字吼，参考尔吼，毋是放掉就是解说叫做放流言吼，例句讲放掉放转，就是放流言来恐吓人吼，放掉要人医，咱来看一下日本版放掉下放掉迄度呢？被害を加え、もしくは細工をシャウセ締めるひねを言いふらす。我看半句吼，我甲伊确定讲是毋是这个意思。宣伝して恐喝する。宣传虚化。流言を放って人を脅かす。放掉放转，放掉要讲伊哦，这就是讲哦，放掉要讲伊，哦，就是放掉。所以呢，因就放掉讲啥？讲阮若要组织，的确会搅扰。到礼拜日早起，有兄弟20外人，甲牧师组织礼拜，犹佫未煞。遐个世俗人拍落人，拍落人，担初来画拜堂内外，到无用心之地，无用心之地。一段来我搁读一遍吼。牧师组织礼拜，犹佫未煞。到礼拜日早起，有兄弟20外人，甲牧师组织礼拜，犹佫未煞。遐个世俗人拍落人，拍落知啦吼，人毋知意思。打初即个是毋是打屎啊？即个初等下查者吼，来破拜堂内外吼，到无用心之地，到无法度人，无法度通用心哦，无法度人无法度伫内底即种程度吼。好来查一个啊，拍落人什么意思？第二声人，第五声人叫做冤家的时，靠人斗骹手，人相拍，就是咱起码人来讲，老人来相拍吼，老人吼，人。変化の時など、人の勢力を頼む。人手を借りる。人相拍。人手を借りて研究
天苦啊，有事，招人斗相拍啦，哦，叫欺人。所以拍落欺人，打错，拍落欺人，打错来破败的，打错，啥叫打错？打错，打错拢第啥？哦，这个词，错，那个错干嘛？DANN 第啥错先去？哦哦，一下打错。这台语有收一个吼，是2002年华山顶书店落写的吼。打粗就是打棍吼，打屎就对了。打粗，我是又对了吼。但是这个词就是里底无收吼。打粗来破拜堂吼，去人打粗来破拜堂，来外到破拜堂来外到无用心之地。巴牧师变身龙破着粗哦，就是巴牧师去用破，规身躯去用破着使吼，变身吼，规身躯嘛吼，龙破着粗，米也互伊抢去哦，就是教会内底物件叫用抢去吼，不过是无互伊拍，不过是无互伊拍啦，定定兄弟拢互伊拍着哦。巴牧师无去用拍，但是兄弟拢用拍着。有诶真相中，一个手骨有拍子，手骨用拍断，叫做拍子。阿金哥厝内也互伊抢去，现时利益，现时离家散体，现时离家散体，离家散体，拍者吼，离家散体，离家散体，家甲体就是做讲厝啦吼，家甲体，家体，哦，厝体啦吼，厝体是体，离家就是家离开嘛吼，散体就是体散开嘛吼，所以现时离家散体，讲即个阿金哥啦吼。厝内去互抢啊，现时离家散体，迄个斗，迄个斗，巴牧师对议论争吼，议论争要去杜君英遐同类几若人约伊，遐同类啦，吼，歹势，同类遐同类就是我拍来抢诶人。几若人约伊，约巴克的牧师吼，巴克的牧师对理论证要去杜军营证吼，约着会时抢伊身躯的物，也将刀挂破穿得的衫穿哦，挂破穿得的衫。挂破穿地的衫，要抢伊的护照甲告示，到拜兄弟有去
险柄 ，HIMPIN 险柄，验伤，险柄什么意思？HIAM 呀，第三声柄，第二声，一个是无 HIAN 第三声，PIN 第二声，嘛无什么意思？到拜兄弟有去险柄验伤，验伤当然知，但是险柄什么意思？到搭办也未调滴啊，调滴都只讲啊，但是要办好势个调滴，要未调滴哦，到搭办也未调滴，当请逐所在的兄弟迫切求上帝毋忘即个代志，紧紧明白，互咱客庄的兄弟有所在通组织礼拜。告拜兄弟有去柄验伤，险柄伤，写掉上掉，无不过啊，用安尼找验无哦，险就是险化了吼，喊叫吼，叫做险。啊，所以险柄就是去去去官府险柄。并险是险化，并就是诉愿吼，诉愿书、申诉书、申请书、告诉证叫做并。官厅还叫做时代提出请愿吼，叫做并。并挪爷、并官府、并阿娘知吼，所以险并就是去提出诉愿吼。险并验伤。好，教会消息应该是到这吼，读煞吼。后壁搁有一段，毋是搁一段，后壁搁有另外，我看一下什么吼。现在中学8月，这是另外一段，另外的消息了吼。现在中学8月初6，定着要开，就是要开学啊吼，要开。这个学生初时就到府城，当有几若项的情由，爱搁通知兄弟。情由是什么意思？CHENG 的我写 UIU 的我写情由就是原因、理由、情由哦，爱情的情由、理由的由、情由。当有几若项的情由，爱搁通知兄弟。诶，论学生的年会，至少着上12岁。那
较侪会有缘通来。第二，要来的学生毋免的确着捌字的，虽然拢毋捌，虽然拢毋捌读，也是通来。第三，要来入学的时，各人上少着带上少，各人上少着带三个过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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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AOE 第三声，第三声，当 TANG 第七声，过动，有个查无啊？过动，超动1979 Marino 的解说吼，叫做超动吼，超过动对啦，过动。但是我感觉这声应该毋是超动呢，应该是经过动，敢会是经过磅？家己无啥确定吼。个人上少着带三个过动人，其余个通运仔寄来，就是先炸三个人啦吼，啊其他大家再来收。学生会依上家己着带，若是补届家师工会要甲因备办，若是补届家师补届什么意思？补 EOUKAI 第啥声？或者铺盖，然后铺盖，唔对音啦，所以我理解铺盖哦，新语铺盖新语，若是铺盖家师工会要甲因备办吼，免家己早前头来面招免吼，这应该是这个学条内底。第五，中学的所在暂时请设置旧楼，毋望后来另外起。因迄当阵旧楼、新楼吼，就是迄当阵伫宣教的所在。即嘛伫台南，搁找地方啦，知影人应该搁知影伫倒位。你去找即个是毋是太平建教会啊？反正我毋知倒是教会，我记得是你用新楼还是旧楼吼去找伫台南市找着即个所在。现7月初1，大学已经放假，放假是迄人讲法吼，即嘛人讲放假，就是放假。现7月初1，大学已经放假，到8月初4，就搁组织。即个教会部第1章甲第2章平2页，若定所要印的部位通印到了，
所以第三章就是着4页才有够。迄个价钱也着加1倍，每张着12钱。所以印2张啊，便页便8页，所以1张便4页吼。好，安尼教会公布第2期读煞，拄差不多用1点钟的时间，咱今日读到遮。哦，咱有听众吼，歹势，我一直咧顾读，无咧注意有礼拜的人。咱我甲恁这个安怎甲恁邀请？我歹势，我要安怎邀请？我实在是无解释。We have to talk 是这意思吗？invite to speak，invite to speak，Lloyd。invite to speak，雷亚欢迎你哈！我昨伫听，我才会知吼，你就算恁会知其实我有听。人唱歌吗？对，我有听迄个 Eric 咧放一寡歌，真新鲜吼，就是有诶我内底歌有诶拢毋知，但是迄段历史是足清楚啦，迄段，毋是讲足清楚，迄段过去诶过往诶代志吼。咱少年时阵听过啦，所以拢知影。迄当我是读大学吼，讲这日日春啊，就是当阵迄个工厂吼，迄个代志。歹势啊，今仔日读诶时阵，我无注意恁入来吼，所以我嘛是做晚学台。哦。我拄啊咧找，我讲奇怪，我会读即个教会公报吼，主要原因就是我想要，我对历史一直拢有兴趣，所以我透过教会公报，当理解迄当阵台湾发生的代志。我拄则咧睇你可能嘛，会当看到迄当阵，比如讲，迄当阵的教案，就是迄当阵客人装伫即个屏东内部乡，因迄当阵客人装对即个教会诚反感吼，迄种教案就是教案吼，迄当阵伫中国叫做教案吼，就是拢去甲教会搅扰吼，甚至去拍人吼、杀人拢有吼。迄当阵台湾发生。对啊，你若无看这，你可能了解足浅的。你若看这，伊拢写啊足深，写啊足深入的。当赛去破人、破赛啥吼，共抢物件啥。我一直到这最近才发现讲，我若要读台湾历史，有足侪你找无到史料读，尤其是这写啊足深入的这史料。后来发现讲，教会史其实内底一定绝对会写足侪，所以我才想讲对教会史开始读起吼。我会记得我伫个，毋知伫啥物所在看着，讲即个英国的即个，你若读英国史伫个中世纪的时阵，英国史等于是无英国史，因迄当阵一片黑暗吼咯。拢即个野蛮人规个占去嘛吼，所以迄当阵的英国史，你若要读英国史，敢若有一本英国史，就是迄当阵的英国教会史。但是迄当阵英国教会史写甲足深入，所以你伫个英国教会史内底，就等于会当对迄当阵英国发生的代志，当有足深的理解安尼。这就是为虾米我家己本身来读即个教会公报的原因吼。毋是干那讲要学白话字尔吼，当然内底足侪即个台语词吼，我是直接看才学着吼，拄则有讲啥物我直接讲袂出吼，直接我台语词吼直接才学着吼，因为即满人无安尼讲啊吼。罗伊欢迎你，你要分享者无？很欢迎你好，安安。好，晚安。无啥物物件分享，就是感谢你甲咱读这个教会报。这嘛是历史，伊这种就算是一种迄个时阵记录落来的历史嘛，所以这种历史颠倒比
让你写迄落历史册诶历史搁较真实安尼啊。这是一个足珍贵诶一个记录。是，以上特色。多谢吼啊！另外，你敢有听到啥物有兴趣、感觉趣味诶所在？我毋知你当时你来。我甲你讲，我是听上尾啊，迄两段哈米来诶。哦。我看白话字无介紧，啊无介会晓啊。我用阵拢是请迄个谁啊，安平还是啥物人插交读诶，伊读互阮听。啊，我即摆就是加减看白话字啊，加减学要安怎概念互顺啊，安尼。白话字两种学法啦吼，啊，对即种是一种学法，这是种袂听诶学法啦，就是别人念啊，你逐学逐看，你看久你就晓，讲实在啦，这原来是一种学法吼。绝对啊，我相信，比如讲你听别人安尼念，你倒咧目睭直直看吼，倒咧行吼，你久来你就会晓。对，啊，所以看你罔学，看你念啊罔学罔看。我是无一定讲一定当时会来读即个教育，我想着就读啊吼。啊，一般当然我较有用诶时间是拜六礼拜，是我即个拜六礼拜，我伫美东吼，伫 New Jersey 遮拜六时间含台湾拄颠倒边吼，因即嘛迄边9点暗时，我即嘛9点才起死，啊，所以我应该是拜六礼拜才起死，然后有闲我就读吼，有些想着就读。一般我早起是拢会去运动啊，吼，运动煞可能7、8点以后，那有闲就有心就读啦吼。啊，你若有看到我，你就加入即个台湾漫谈即个 room 吼啊，我若开房应该是因会寄通知你入来读安尼。啊，你若拄好有闲，啊，你就入来听我，无啥物压力嘛，我就是拿读啊，你就拿学安尼。啊，有内底嘛足侪书我袂晓，拄到袂晓诶书，我就去现台语大书店或者是找台语内底看伊内底有解说吼。啊，有时啊要找即个书吼，爱用一寡迄个 trick 啦，就是小可啊，有一寡美感吼。比如讲，你爱用高字字去查啊，去用迄个 wildcard，就是迄个星号吼，去查安尼。啊，这拢较早我咧读诶过程中，含我学生吼，斗阵发现吼一寡美感，所以我一寡书吼，你一时啊查袂着，但是用另外迄寡奇怪方式去查着安尼。啊，即寡书因为即嘛有时即嘛人无咧讲，所以你拢袂晓。啊，但是即寡即寡书其实爱捡转来用吼。我其实足反对人讲啊，你讲迄个啥听，问题是就是你听无说爱学爱捡转来吼。你讲像你拄仔讲放假，阮讲休热放假嘛，你讲放假，我是讲放假，其实放假才是正确诶音啦吼。即嘛人足侪音是读毋着去哈。我即嘛想会着，比如讲节目读做小目啊，搁啥？尤其是啥物传道宣传吼，即嘛去学华语应用诶传道传令吼，其实拢谈着传道传令吼，宣传吼。是。嘿啊，放假休假吼，你若迄个假应该是读第3声，毋是第2声吼，假安尼，啊，拢谈毋着去嘛，啊，无法度对啊，休假嘿。所以等下我即嘛小早点，毋通甲你讲着。高一字我有时会去查即个监理点，用汉字去查吼。我敢会当甲你请问？是，你讲。请问迄个字典你是用啥物绘？一般我用高一查高一字的时候，我会用监理点。啊，若要查一个词，会用大理大词典。啊，但是大理大词典就是日本总统府所编的一本词典吼，就大本的吼。也有有网络版嘛吼。有网络版，毋是实体的。实体册你嘛买会着啦吼，你要去买嘛是买会着。台湾的店，较早台湾的店我去搬2本一套，搬倒来美国遮。但是我查的时阵，我真正是查即个线顶版较侪吼。啊，迄个监理典就是甘为林牧师所编的典，但是伊的本名叫做啥？我就一时也想，我看嘛。
你若去台湾的店，迄类的册店内底，应该佫找着即个甘伟林台语字典，即个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出版的。但是我会记得因较早名叫做啥物厦门音信字典啊，嘿，迄是原本的名。即嘛叫做甘伟林台语字典吼，伊有实体字，网络版嘛有吼。字典就是打古字的嘛吼，迄个词典就查一个词嘛，所以台语大词典我就用来查词，字典我就用来查即个古字安尼吼。拄则讲即个假字吼，假，你若查即个线顶版，你用甘字典 Google 你就找着即个，或者是敢需要我甲即个 link 搭起是刚和的刚吗？甘是甘甜的甘伟林吼，伊是一个牧师啦吼。甘伟林牧师。甘伟林，甘甜的甘。是伟是作为的伟，林是即个甘霖啊，甘霖就是林就是护字头下底是一个双字母林吼，天降甘霖迄个林，甘伟林，甘伟林吼。迄个牧师伫应该是伫差不多19世纪尾190偌济年迄当阵来台湾的吼。毋是188几年，或者是187几年来台湾的吼。日本时代进前来台湾宣教。甘伟林牧师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牧师吼，我毋是讲宣道的部分啊，宣道部分就最重要。我意思是讲，伫台湾史，你若要理解台湾史，其实即个牧师的名你一定来接受着吼，因为伊发现讲荷兰时代。就已经有新教，新教是基督教吼，咱因为叫基督教，新教，旧教是天主教啦吼。因是新教，就是像即马基督教、长老教，伊是新教吼。甘伟林牧师新教牧师，伊发现讲，伫台湾，伊来的时阵已经19世纪，伊发现讲，竟然伫个伊所在，伊敢是200万年前吼，16偌济年，伊去发现讲，竟然伫200万年前，因新教就已经来台湾咧宣教、来传教。所以，你若即马理解吼，讲上早来东亚宣教的新教，地点是都是台湾吼，毋是中国是台湾，因为新教，我讲是新教吼。所以甘伟林牧师伊就利用伊休假吼的时间，伊就转去英国人吼，转去英国去查资料就对啦，查看迄当阵荷兰来台湾市民的资料，伊就看着足侪迄当阵荷兰文的资料，伊就甲翻做英文版。所以你即马会当看着甘伟林牧师所出版的一寡英文版，当然伊关心的是荷兰伫台湾宣教的代志嘛，所以你会当看着伊所写的一寡荷兰宣教伫台湾的荷兰宣教一寡代志。迄拢足真重要，你若去看，你就知影，你就会当理解迄个即马讲起来已经将近400年前，迄当阵所台湾发生的，所台湾所发生的代志，而且因的写笔法就是白话浅白，而且写甲足真相。拄则咱你看讲写迄寡教案发生的代志，相关拢写甲足浅白，所以你若有兴趣，当去查。有诶已经翻做中文版吼，伫甘伟林牧师。好，讲到即个。教字吼，甘字典有收着收即字，伊讲若读做教，就是你请 day off 吼，就是请假，放煞休困离开叫做假，吼。所以对，所以请假，毋是请假，假就是另外一假，即个音嘛是有吼，假就是假啦吼。所以伊假的解释是因为大或者是装做就是假嘛，假做啥物嘛？装做，是笑物件叫做假，邪术，就是对，邪术吼，邪术，或者是假影，假做啥物？就是读做假吼，但是你若holiday或者是假做是嘿。就读做第三声假，或者是迄就是
读做第三声。哦，嘿哦，fake 哦是第二声，holiday 是第三声，吼。这是甘伟林这个版本所修的吼。啊，但是即嘛人无咧查字典，无咧查词典，你甲讲，伊讲啊，你这我著捌互迄个毋捌你甲笑，就啊，恁呢？伊说你是这个以前哪甲笑？我想问嘛？伊说你学术派啦，我是武术实用派，啊，我笑笑啊，无要安怎？你要含一个毋捌你现字典词典的人计较遮多。OK，对，嘿，是安尼。好啦，咱今仔到遮吼，已经9:14分多了。谢你。嘿啊，明仔载或者是后礼拜吼，我若有开房通知你，若有兴趣再个来继续来读。所以我后一回就是要来开始读教育广播第3期吼。好，安尼，是你若有兴趣，我就一直直接甲你通知啦。但是我嘛毋知影通知你。OK，可能是直接甲你请的时间。会注意啊，伊的。无，我敢若伊有迄个小飞机有，可能去甲你拼者。有，伊嘛有小飞机。哦，好，好安尼啊，到遮吼。好啊，你电当有开要量下，我还来甲你谈好，安尼。免到期我到做伙学啦，我嘛毋是讲到，我无都甲你帮赞啥货，边仔听无学，多谢你。多谢你啊，多谢罗伊吼。安平兄你无发音，但是无发声，就是感谢你。马文兄你嘛，歹势我拄则要开房咧吼。阮后回会佫继续读迄个教会广播。好，安尼到遮，多谢，再会。再会。